每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日阿群妹要同大家来分享嘅啊，我真今日本大家有一种对身体到心感度到满足都有吃到同疗愈、同放松的感觉，我同大家来分享嘛个喏，我同大家来分享一间咖啡店，一间咖啡店唔但像有好食的咖啡，还有好食的东西，还做得看到也条架清用心的艺术的创作，还有同多故事，我同大家来分享哦。谢谢大家来分享，今日嘅节目地都有请多位来宾来分享强尼玩卡隐藏新嘅条架，强尼哦很长的名字，欢迎。今日好大家好，今日我喺苗栗咧强尼玩卡隐藏新咧强尼，今日同欢喜来到福起来嘅一只节目。好，分享条架哦，接下來我來分享共用係一間店嘅店長溫溫分享。嗨，大家好，我係溫庭峰，我來自苗栗的石潭，今日同歡喜來到福起來嘅節目，安子先。哇，兩位都係客家人，都係苗栗人。唔過強尼堂講，哎呀，爸爸媽媽苗栗人，唔過你從細睇係唔係到苗栗睇？喺台東。台東睇，跟考法係講到暗號。喺台東嘅客人。台東咩同到客人？係啊，嗰度從細都台東睇，下香港會想到講，我轉到苗栗來開一間咖啡店咯。這是一種機緣啦，就是在父親最後的那個爸爸下後係到苗栗，因為他身體不好，所以我在最後一年來照顧他。照顧爸爸。對，平常也很少回來苗栗，但是在照顧的那段期間，我發現苗栗很美麗。哇！所以有這個機緣，希望能夠在苗栗創業。對，即係其實頭擺咩唔係做相關嘅條路，對不對？唔係。頭擺係做乜嘅條路？貿易，日商公司。哇，嗰種同亞合做嘅事情做得跟完全冇共用。冇共用。對。但是咖啡一直是自己喜歡的。興趣。是。還有就給聽講想要來創業，做安用嘅意見，可以點有一點像夢想嘅安用嘅店美。然後到爸爸媽媽嘅故鄉，安用嘅感覺。是的。哦，對，所以當天撇的一間店嘅，嘅溫，剛剛有講到你係石潭人，係，我從細攏石潭台嘅。哦，都石潭台，你頭擺有做相關的條路冇？冇誒，沒冇。在附校畢業之後，後來就是一直在中醫診所上班。哇！對，在中醫診所待大概15年左右。對，就做嚟講，一畢業就在中醫，對，在中醫診所，對，所以喜歡上咖啡之後，後來就把咖啡當作職業，對，就開啟了人生第二段的事業。對，哇，好特別哦！其實大家都都冇共用嘅行業，要按用轉過1年過後，再過潛到咖啡，我覺得這應該也是算一種療癒吧。這個是因為工作到一定的階段，你可能想要放下一些10幾年的那個工作經驗，然後去體驗不一樣的行業跟生活步調。之後都冇簡單，而且其實大家看見每年嘅樣旁，應該有感覺到。基本嘅行動腦嘢咯，都會動到東西，有畫啊，有一啲藝術作品啊，其實一啲就是強尼的動貼片嘅巧思都喺度，有動到都係佢自家來做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對店名來講，店嘅名誒，就是大家取店名就是會有很多自家嘅理念、自家嘅想法都喺度。人家嘅店名嘅間念都會三碼會打結，因為很長，強尼玩卡 in， 還有一個英文哦 ，in 藏心。隱藏心。這麼該會很多人嘅名嘅喏。其實我們的店名很簡單，就是長興咖啡店。好，長興它簡單。只是強尼在長興咖啡店裡面，所以就當初最初啦是強尼玩卡隱藏心。哦。Maybe 改天可能在北部，就是強尼玩卡in在哪裡？北海岸啊，或者是什麼地方？所以有啲嘅想去其他所在。
开分店，有想说要到海边去了啊，对，那是一个想法，可能会哈尼铺下一步这样，maybe， 再个上看呐，对，故说你看懂 T P， 但是长兴这2个字其实咩同咩同头家去甲上跟想法有关，听懂吗？长兴。长兴当初是因为我们的5兄弟都是辛字辈的啊，里面有很多宫廷、行那个3个金的那个兴，是哦，因为父母亲的老家在阳明山庄嘛，那父母亲不在了，那我也希望兄弟可以回来，常常回来，所以我才取名叫做长兴。哇，好温暖哦！就是取那个同音的行冲的行，那个音。那慢慢的就是说，我们来店里的客人呢，我们会就是我们有2段制，就是很窝心的，就是说，你来藏心，把心藏在这里，你走了，我把你藏在心里。哇！对，好浪漫哦！我本头家看到新冠度嘅一间咖啡店，迄个有去到一间店嘅地方，可能真嘅会本去想到，怎么跟我们安用讲，其实店嘅嘅装潢还有摆设，强尼度法爱懂得心思在里面，对不对？是的。你想要打造用嘅感觉。在阳明山庄这个社区，因为老年化。所以社区基本上没有什么色彩，所以我回来打造这里的时候，其实我想要把这个地方，创造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创造有趣，对，那才不会让这个社区觉得说，死气沉沉的。有啊，他都在看到天使蛋糕跟一个片的胸片，有看到这个，其实从外面都有很多的彩绘，然后这个招牌好可爱哦！那个是之前，现在都被台风吹垮了。那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店美都红，真的是很缤纷，很多颜色，要的都会强尼设计的。是的，因为这个每一个房间它有它的主题。对，其实这个店里面的陈设啦、布置啊，我们店长也给我很多想法。真的吗？对，她是一个还蛮心思细腻的一个客家女，给温温对分享一下，所以有些东西可以由她的嘴巴里面来讲，或者有另外一种诠释。那温温同大家分享一下。店里吗？的布置，店里的布置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就是颜色很缤纷，干够对，就是可以让客人感觉就是这个地方好多颜色，很童趣的感觉。对，然后心情就是会可以感觉就是有一种欢喜的感觉，很缤纷，对，很活泼入门啊，一入门好漂亮哦！我们的门口其实是用很多的宝特瓶盖，就是当你的手握上我们的把手，在开门的那一刹那间，就是第一个艺术装置就在我们的门把上面。对，然后我们去到处收集了很多各种不同的瓶盖。对，然后店门进去之后呢，大桌，其实1楼我还蛮坚持用大桌，虽然他一直提议要不要换成小桌，可是我觉得大桌就是有人跟人之间，就是可以拉近距离，可以客人跟客人之间可以就是由陌生就是拉近到距离，甚至都可以交谈。本来是一个人很无聊的来这边，突然来这里交了一个朋友回去。你是E人吧？对，我蛮E的，外向人，我挺E的，强尼可能就有点 I 这样子，他有点 I。E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活泼外向人，然后 I 人就是比较内在自我这种感觉。对，所以我常常会躲在工作室去做一些创作。客人都说他在坐月子，空按 Q 就超对，他又坐月子了，对，在楼上。对，古说要按 T P 嘅店嘅杜红，底部有咖啡，有好食咧，然后有冇可用嘅类型的食嘅东西，比如讲，其实要不要朋友他真嘅动向，因为俺面条就不用一个动向啊，韩国又可以有动定一下，但是我觉得视觉上可以有一些的冲突嘅感觉，是它看起来是一个松饼，应该是甜的，唔过蛋糕白的。盐虫啊，培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道料理。
其实它叫 Dungeon Baby， 也叫甜心宝贝松饼。那它其实，在英国或其他国家，它其实也叫做约克夏蛋糕。哦，那他们其实就是说，可搭配咸食。那甚至甜食的话，我们就是一般在他们欧美的早餐，其实就是配个枫糖或者是蜂蜜，就是松饼的对，然后再搭配优酪乳或者是他们的一杯鲜奶，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早餐。文泰家来看一下，它其实是有厚度的哦，对，它是稍微有厚度的，这个有一些些的盆的感觉哎，对，它里面有点厚布雷，就是比一般的布雷再硬心一点点的感觉，对，然后它在热食的时候，它旁边的外皮是酥脆，里面是软嫩的，哦，有看到它很像布丁。对，它有一种那种硬布丁感。硬布丁，对。哦，所以按用黑蹦咸的口味。对，我们把它，因为可能在客家大部分人还是会想要找咸食。没有哩啦，没有哩。对。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它其实搭成咸的或其他的肉类是非常搭的。哦，所以它都点的都很油嘛。对，我们现在就是咸版的部分，我们的咸派松饼，我们就是以这个口味为主。对，好好吃哦，因为其实也是有一种奶香的米西，是，对，所以它有一点点异国感，不过口味又会咸的，对于好港人来讲算是比较蛮能接受的。对，故说很漂亮的这样子的一个餐点，都有咖啡店就做在设立度，还有当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原等下休息一下，再到再来同大家继续讲哦。好，非常太感有阵能放起来咧，亚洲美味很多 Jamie 头太高了，大折服。要知道 Jamie 是电猫，是的，对，电猫，它是一个很倔强、很自我的一个猫，好可爱。所以佢做头家老佢做按用嘅，就是很慵懒的黑的这个状态。是的，这个是用陶土做的吗？陶土做的哦，也是强尼七嘎手做的艺术品。对哦，很可爱哦。来到一间咖啡店，做的看得到东东呀，头家很多温温的一些小巧思都伫度。比如讲，人家有讲到嘅食的东西，既然有讲到食的东西，嘅当然饮的东西没有来讲啊。所以温温现在已经准备好咖啡的器具了，对不对？要来手冲咖啡。是，我们待会马上手冲一个。好，那我们就麻烦温温开始来同人现场手冲咖啡。好的。然后头家就我们先看一下好了，这个手势感觉就很厉害啊。是。现场都是手冲吗？对啊，对。我们店里没有用咖啡机，对，我们连拿铁都是用手工，用摩卡壶。所以我们很特别的是，我们家的拿铁真的都是手工，而且我们会先预煮起来，在冰箱发酵。对，而且就是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在一般外面喝到的冰拿铁都是鲜奶，不会有冰奶泡。那因为我是手工拿铁的部分，所以我可以做出冰的奶泡，所以我们家的冰拿铁是有奶泡的。哇！所以真的是，因为它东东跟咖啡店是会说他们是用比如说意式的机器啊来做出拿铁，所以是连拿铁都坚持要用手冲的方式。对，我们应该是全台湾最笨的咖啡店。不要这样讲，因为手冲就是最坚持。对，坚持手做。对，它就是会比较速度会比较慢一点，但是要黑气感可以坚持。对，风味真的会跟机器做出来的高温萃取不太一样。而且豆子没黑气感配耶。对，我们的咖啡豆都是自己烘焙的。哦，好，那在温温在冲咖啡的时间，我们就请头家来继续小姐色类东西。其实我觉得色类东西都养给点美独红。刚刚我们小姐给松饼。铸铁锅松饼，它其实是看起来是有一点比较西式的料理。是。
但是呢，要给店妹就是非常非常的多元，然后没有懂得某 Q 用元素集合在一起，因为有很中式的叫做蛋饼，这个是古早味的粉浆蛋饼，还是古早味的粉浆蛋饼，因为很多杯早餐店它家可能都会蛋饼是可能是买一片呢，这种饼皮，然后就不用都给乱蛋糕这样子煎，是，然后粉浆蛋饼其实它就算低美丽也不是这么常见哦。是，对不对？那这个粉浆蛋饼是强尼气嘎懂好色压用哎。这个是其实在我们台东关山小时候的味道。哦，是台东关山。因为我很喜欢吃，但是我只要是喜欢吃，我就会把它研发出来，想办法要把它做出来。我要来试试看，在我们那个店里面呈现。很好吃哎，因为它好 Q， 可是它 Q 又不是 Q 到你说像那种干的 Q 河粉 Q， 不是那种 Q。是。这个 Q 度是度后含个同嘅，剪嘅软的那种，有一种擦擦的感觉。对。给合作 Q 那个也是古早味蛋的那个，就是表面蛋皮会有点微焦，刚刚好的微焦，好好吃哦。古早味这个粉浆蛋饼呢，其实你一定要有一个，就是油温够。但是你要有一个三香的呈现。三香哪三香？煎到面粉香，面粉香，然后葱香，葱花香哦，有还有蛋香，乱没有香哦，难怪。你只要有具备这3个元素，这个古早味的粉浆蛋饼非常好吃，真的很好吃哎！要不是俺家这个刘洋哎，真给东上下鬼盘拿起来爱用吃，超香的下午茶的好点心伙伴。所以我们店里其实我们自己的菜单8大类都是因为我们2个开发的，有些是异国料理，有些是客家料理，有些是台式料理，有懂得这种料理。是的，因为在疫情前，就是联大的学生也在附近嘛，对，联合大学，所以学生来喜欢吃我们的料理。对，所以呀，唔单枪只有省条色类的，也可以下午也全天候，那个时候全天候，超棒的。因为熬夜做报告嘛，不是熬夜看电影，不是熬夜唱歌，是熬夜做报告。所以我们2个有时候会在厨房吵架。为什么？会摔锅铲啊，摔盘子。他自负自己摔锅铲。好可爱哦，就是因为想要做出亲口的东西，亲口的品质，所以难免2个人会有点小纷争呐。对，在那段磨合期间是这样子，过了就好了。对，所以现在就是把最精华的东西浓缩在一起，呀，它点每个品相。饮品的部分就是我有咖啡，就我们店的那健康调饮。健康调饮是像果汁吗？就是比如说用我们苗栗在地的杭菊红枣茶，然后也是我们自己苗栗在地的厂商，就是我们有那个铜锣的，就是铜锣的杭菊，对，然后再用我们公馆的红枣，然后还有对，我怎么突然？你说那个擂茶？不是，擂茶也是我们苗栗自己在地的厂商。对，还有那个香柚茶，香柚茶也是我们，也是我们苗栗市坛自己工厂自己生产的。对，都是尽量用我们苗栗在地的元素跟风味去给客人。对，所以有咖啡，没有按用够色够用，还够轻量黑苗栗菜体按用个饮料，然后食物的部分就是猪铁锅松饼，还够有水蛋饼，就是我们讲传统粉浆蛋饼按用的。除了像这样子炒的，其实蛋饼没有那么比较认识的形式，就是蛋饼包其他的料，有很多种口味，对不对？是的。糖贡雅的口味很特别哦。我们这个粉浆蛋饼可以做一些创意的一个蛋饼，因为我们店的客人有从5岁的小孩一直到84岁的老人家，哇！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些比较突发奇想的商品可以对应这些客人。比如说老皮蛋饼。老皮蛋饼是什么？它的味道很冲突，就是说饼皮粉浆蛋饼，然后加皮蛋。还有肉松，还有起司片跟香菜。
它味道其实是很冲突，我听起来，但是不违和。因为那个皮蛋豆腐有你没有加肉松，所以皮蛋肉松 OK， 是感觉气势好像也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好想试试看哦。而且你一定要加香菜，奶没清好吃，赞，那个味道，干够就会好吃。是，所以有非常多就是研发出各种不一样的老皮蛋饼，还有没有？好事花生，好事花生，考生必备。好事花生的那个花生酱你要用颗粒的，新煮的哦，还有基隆有一家，对它饼皮煎好的时候，你涂花生酱上去，然后有那个培根啊，哇，感觉就董兄会一吃宽呐，就是咸咸甜甜的那种感觉。对，很多元的元素全部揉嘎嘎都用下，按讲按叫咖比妹好哎，所以挑咖我想要喝，自己说谢谢，很漂亮哎。这个很美，谢谢老板。就是通常上桌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对，我们给客人有一壶饮用咖啡，我们就是这样一壶，然后还有一杯。对。哦，好漂亮的杯子。呀 ，Cohier 它的颜色是比较有一点像红茶的颜色。对，它比较偏浅色，因为它本身是伊索比亚，然后它比较浅焙，所以它的风味。应该有喝到一点点那种花香的感觉，对，还有一点凤梨、热带水果的味道，对，然后它有茶感，它有一点点茶感的感觉，很像有一点水果茶的感觉。对，就其实我还蛮提倡大家就是可以多喝浅焙的咖啡，我也越来越喜欢，按都念了，尤其是我觉得。Q 用给调的，可能某 Q 用给店的某 Q 用给调咖，它的手法会不一样。然后你喝每一家，你都会觉得哇，好新鲜，好新鲜，好新鲜，大家都不一样给 Q 感给米西，但是就是很有趣。对，要这种我觉得会每喝一口咖啡都有一种新的体验给感觉。是的，就是明明两个老板用同一间豆，但喝起来就是各自有不一样的风格。因为可能是他们冲泡的那个温度跟冲泡也会不一样，跟手法跟心里面的感觉会造成这个咖啡不一样。感受，这就是每个人的风格。古时候像调咖吼，按有心结啊，做的按到某 Q 用的事情，其实还有懂得故事都还蛮讲的。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再来继续分享哦。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呀苗栗嘅一間咖啡店。頭剛轉到苗栗過後，就我覺得算是靈感大爆發，想來創業啊，對咖啡開始啊，一開始談講係一個咖啡茶。對啊，就是餐車行動餐車的概念啊，是的。哦，先開始係安呢。咖啡茶過後就開始有一點店味，是，就是想要活化這一間店。是的。談講嘅咖啡茶很懂講，設計都懂好，係冇？那台咖啡車其實非常可愛，就是從它的內部的那個裝修，還有車子外面的貼紙，好可愛哦，很多胸片。其實它是很簡單，但是它很有力量。就是說，它推出去外面苗栗18鄉鎮擺攤的時候，其實它的外形其實是很有力量。看到就懂想你，這是在仙山那個，這是在斜雲宮櫻花季的時候，你們有去過？有啊，當然有啊，苗栗夜店都會去過啊。每年的櫻花季，對，好可愛男裝，對，所以之前去了很多個地方，青米還會給聽可以點店妹在這間店裡面。因為剛到苗栗，其實人生地不熟，也沒有多少朋友，也沒有多少人認識你。所以你就必須要有一個想法，說好，我準備回來苗栗打拼，我要創造我自己的一個原地的感覺。是的，所以我就想說，好，那我們咖啡車走，苗栗18鄉鎮大小活動，我們就去參加。
有一点像宣传。是的，就是先把我的说强尼要做咖啡了，先小有名气，对，之后我才有办法在下一步的一个动作这样。给下一步就系一间店的开始来做的，店的有摆的动作跟艺术品，人家哈都啲嘅讲，呀店的都方嘅咖啡啊，公司的东西啊，都还蛮好好，小嘅都有啲艺术品。人家哈同强尼分享条摆做的工作，以前咩同艺术跟美术跟创作好像没某嘛嘅关联呢？是的，去搞好嘅。从小就是在喜欢画画。我小时候就一直拿笔画，拿竹子画。我只要有时间我就画画。那因为出社会之后，你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能够去培养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回来苗栗之后才发现，时间突然变成自己的，总要做点什么，然后就开始。棒！因为我看到像像相片咩黑，韩国人现场嘅咩黑，会不会嘅咩味咩黑，就是画起来都好鲜明，然后好精致。韩国甚至啊，顺丰亚的各种媒材，其实你都有接触，对不对？是的，那个是手捏陶跟那个用废材做的。灯塔啦，海边小屋啦，还有山上小屋啦。甚至呀，你刚刚说废材，这个是那个绣是的上骨给，你可以拿一个起来看看。上骨给贴的，对不对？像这个就很可爱，这个都是七嘎一周围。所以像这样子的创作的想法，除了都在摆到店的杜风以外，唐贡还可以跟咖啡来结合。黑嘞。也就有一个很多彩绘咖啡，这个我爱放起来提白手给懂。彩绘咖啡，它彩绘咖啡唔係3D 列印印出來嘅哦，然後調價嘅彩绘咖啡係用樹畫出來嘅，調價上來廿部卡嘅彩绘咖啡係乜嘅東西，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彩绘咖啡？其实我们是独立咖啡馆，所以从头到尾都是手做手工。那我也必须要创造在这个苗栗咖啡界里面有一个独特性，有一个风格，所以我在想说，我也可以帮客人去做彩绘咖啡，就是帮下来人像吗？我可以看着客人来在咖啡里面画画。太夸张了，就是一闪影从一种相片本，也一种看到他本人现场画吗？可以现场画。如果说我没有时间的话，你就先传照片给我。好酷哦！按照一笔差不多要把几久啊？大概也要控制在3分钟以内完成，因为咖啡它本身奶泡会消，奶泡对，我们是手工，它随着温度它会消失。这个温需要学吗？这个独特一定要交给强尼老板，知道吗？那真的，因为我们领域不同啊。对，我想说店长要学压力也太大了。真的，我把基底准备好给他，就是那个奶泡，老板请上台的。但这个算是隐藏版的服务，对不对？对，他比较就是因为强尼他花比较多时间在创作。我应该讲下。因为唔記得行排 C 哦，因為动家都不卡空間各種嘢啦，都會生產出他的藝術作品。對，所以就是我幾開有時間，教他捏下來，按度好，當度會都調價有限。調價有限，當做的有按用彩繪嘅。有一張年他給許願學差不多1年半，當讀都記。調價平常時真係空洞叫我，真係會空起來。因為我在工作室通常都是帮人家圆梦对，客人朋友啊，想要有一个客制化的东西，属于他专属的东西。比如说，像一幅画啦，他的宠物啦。所以调个喊，同时还有在做其他的艺术创作。也有。因为人家嘅店咩开嘅儿童服裝店，其實同人家都當太火安誒。哇！3米乘2.5米的。難怪。懂。呀，他店妹大部分都是温温在顧，都係店長在顧。大部分就會應對客人，係挨接待較多。對。我們
们刚刚讲到哪里？吃到金没动力。温没有红懂豆，对，其实刚刚讲彩绘咖啡还没讲完，彩绘咖啡刚刚看起来它基底就是拿铁嘛，啊，蛋狗把黑用嘛个东西对吧？巧克力酱。巧克力酱。对。米西嘅部分，巧克力酱以外还有加其他，比如说如果要想要其他颜色的彩绘。初期我会用那个色素。但是后面觉得不健康，所以我连食用色素都觉得还不够健康。对，我后来把红色改成甜菜根粉啊，对，温高哈孔天呢，啊米西会影响到咖啡？不会影响，不会，对，完全它只是在奶泡上面的薄薄的一层啊，一点点，对，所以古时候3D 列印咖啡有看过，啊唔过这种手工的，真的太考验调咖那个咖啡师的能耐，啊唔过。强尼就是艺术家嘅心结，古时候有上到的世界，韩国有寒的世界，有机会都会读的都，大家可以挑战看看。欢迎。不一样。啊，唔过迄个无挑战都会发一般的咖啡啊，韩国好色的东西，韩黑色的都有，对，韩黑有的随时开放。对，还是随时开放。那温温有觉得同调咖按用工作按到年来讲，有好多乜嘅东西吃到呀调咖清香的，也系讲好多嘅部分。好的，一开始嘛，偶像般的存在。真嘅啦，因为以前我在医疗业，所以对咖啡嗰块店的是零基础，就是完全从零开始。对啊，就是老师兼老板兼伙伴，系啊，以下差不多不会好强哦，所以调咖就说现在不需要我，没有，你就透后转型中亚艺术创作嘅部分，对啊，店妹也得技术啊，店长全部就做到懂后，对，啊，唔过除咗按呢，因为唐宫两位还有 TPA 去管法呀，老人家嘅部分，因为他家己。我们没有人，其实没有人也就是真正好常人动到没带都没有人，因为就是可能会去到其他外县市外种啊，去寻其他嘅工作嘅机会，就像我讲样啊，我爸妈咪都没有人，故说两位咪有做呀沙期嘅管法，老人家嘅管法嘅部分从冇。嘿，那都去关怀据点，或者是农民之家，是2个月会固定去一次，对，然后去2个小时陪伴老人家，然后我们玩一些小手作彩绘，或者是咖啡一般基础的教学，好可爱哟！真人带家的，我老人家讲，我爱嘅是咖啡，俺不是条水唔摕，我安尼冇。我大概都同教就讲，迄根本嘅实体迄水唔摕吧，再天发大盆啊，偏了解，因为伊偏唔会，我点都较好水。哦，老人家真人我在遇到亲肉最年长的长辈，103岁。他告诉我比101还要高啊，103。他说因为我103岁，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对。古时候也就迄古亭会去，也就所在去管法。农民之家迄两张烟要一很棒哎。啊，通常就会同家的分享咖啡啊，搞家的手作这些。手作的时候，每次来都咖啡，那强尼老师都旁边无限供应。哦，很棒哎！啊，其实两位上都讲，很爱花亚的时间去做亚件事情。你咖啡店其实欧洲就已经懂困难嘞，都冇时间老客人画彩绘咖啡了。啊，唔过喊上都讲爱去管法老人家。其实去陪伴长辈回来得到心灵的满足，比你在家里就是营业1天还开心。真的，他们给的正向回馈是非常非常的棒。对。然后就是随着我们自己的父母也会年长，然后包括我们自己也会步入，就是有一天会老的时间。对，你以下先带头，先用亚皮的人去开始认识真正的长辈的想法，其實行到，講行到老古爸媽，其實也唔係，係因為行到唔知。你遐高級創咖啡，佢轉去泡本生意實家哈，叫我講，我來講我泡咖啡有冇按厲害咯？所以讓他們在他們家裡得到一個滿足跟成就感的存在感，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收穫。好棒哦！對，鼓手雖然強尼。沈總的歌場當中，可能當時都沒有你，啊，唔過人家哈就是留都沒有你，韓國甚至剛才有講到，也在沙期可能冇乜個
神梦，没有什么色彩，你想要老给本有含较有活力，有更多的颜色，带本美丽加沙起，就有含较无强用的感觉。韩国做的本太搞到低度享受好色的咖啡，好色的东西，韩国轻活泼的也有氛围来同大家来分享。故说非常神梦，今日也请你韩国温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你，神梦也来分享故事哦。没神梦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等下休息一下，看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